台南捷運南線進入工程發包整治作業的階段，市府27號嘛宣布啟動採工的聯進平台，第一屆招標預計9月底雜誌投標。由原蔡小偉28號透過市政總質詢，質疑這條捷運在市長黃偉哲的下令進前，是不是會用來順利動工？這個捷運線的一個動工，昨天聽起來在記者會上好像沒有辦法來得及在市長您卸任前開始動工。所謂動工當然包含發包啦。對，根據說報告，目前就是已經整個統包工程已經上網公告招標哦。那這一次的這個第一次的公告招標，這個截止投標日期是在9月底左右。那當然，循後續的招標程序，如果沒有人投標，我們就會2次公告之後，可以再進來檢討招標文件哦。不管是廠商覺得經費不夠啦，或者是工期不夠長，或者是等等其他的廠商的這些事宜的問題，所以我們是當然希望今年可以順利的把它招標出去，由廠商來決標。工程有關城市的發展，甲着市民的期待，因此得標以後，愛擱等細部設計來完成，才會陸續來展開。而且捷運施工期較長，蔡小偉嘛建議市府愛甲期間造成的交通問題以及沿線店家營業的受到衝擊，愛有配套的措施。面對這樣子，為了配合地方市政的執行我們希望未來在營業稅也好，在它相關的房屋稅也好，我們都可以是直接來提出讓他們減稅的部分，而不是提出申請制可以嗎？財稅局長跟議做報告哈，因為它這個捷運施工，它的施工期間想必會相當長那如果說超過1年的話，我們房屋稅可以減徵20%。營業稅超過1個月，我們就會小規模的營業稅，我們也會請國稅局這邊來減徵。好，所以這邊會配合交通局的工程期間來辦理。捷運南線施工，甲着鐵路地下化以後的都市空間的重整，蔡小偉嘛認為會用的幹部來規劃，對大橋車站到寶林路大約5.94公里，綠園道結合自行車道，形成完整的休閒甲着觀光的路網。台南新聞林英根、楊順懷採訪報道。